各位聽眾朋友，如果你最近覺得莫名心浮氣躁、火氣超大，甚至感覺運勢卡到陰，請你一定要把呢集聽完。今年2026年嘅處暑8月23號，咁啱好卡喺農曆7月鬼門開與中元節嘅中間，命理圈私底下都喺度傳緊，今年嘅交運氣場極之兇險。呢個可唔係客仔嚟啊？到底今年處暑藏咗乜嘢可怕嘅兇殺根源？我哋又該點安全度過呢？今日呢集一次拆解俾你聽，點解偏偏係2026年特別嚴重啊？我哋從天時嚟睇，今年處暑交接嘅時候，正處於火土偏燥、辛金漸旺嘅極端交替期，再加上今年暑氣久久不散，亦即係俗稱嘅秋老虎，碰上陰氣正盛嘅鬼月，呢兩種極端能量碰撞埋一齊，喺命理上會直接引爆3大危機：一、情緒失控，口舌係非暴增，好多人會莫名其妙想發脾氣，職場同埋家庭衝突拉高；二、財運破洞，投資熱衝動，燥土之氣讓理智線斷裂，容易做錯重大財務決定；三、磁場混亂，健康亮紅燈。心血管、腸胃以及無名嘅小病痛特別容易揾上門。面對呢股兇險嘅交運期，先唔啱。老祖宗留下咗保命防災嘅5不做化解指南，只要避開就能逢凶化吉。第一唔做，深夜亂跑，遠離水域。今年處暑正值鬼月，千萬減少夜間到荒僻、山區或水邊。現實中能夠防溺水同跌倒，民族上亦都能夠避開陰煞。第二唔做，衝動發火，口出惡言，火土過旺，最忌心浮氣躁。遇到金錢或者職場爭執，請喺心裏默念3次，先忍3秒，避免口舌引發大破財。第三唔做，亂許願語，亂動普渡公品，路邊嘅祭品絕對唔好亂碰亂踩。更唔好為咗求偏財，去向不明嘅陰界對象亂許願。第四唔做，食過期或者長時間暴曬嘅祭品，中元普渡嘅公品，拜完要馬上冷藏。今年氣候燥熱，食物中毒或者腸胃炎嘅風險比平常高出好幾倍。第五唔做，情緒悶塞，不疏通面對燥土之氣。道家講求聲動氣隨，建議你喺處暑當日上午9點到11點之間，喺屋企下啲敲擊銅磬、頌缽或者金屬風鈴，用清脆嘅金屬落音嚟敲開財門，清淨土槽。節氣嘅轉變從來唔係為咗製造恐懼，而係為咗提醒我哋順時而為，趨吉避凶。只要心存善念，作息正常，再兇險嘅交運亦都能平安過關。聽完呢集，你身邊都有嗰種最近脾氣好大、運氣好背嘅朋友咩？趕快把呢集分享、訂閱、點讚，我哋下期見。